分手都会解决的问题，哈密事爱想咩咧？分手都会解决的问题，哈密事爱想咩咧？分手都会解决的问题，哈密事爱想咩咧？目前有小孩子在游乐场玩耍，所以这个背景声音是有点嘈杂的。不过没关系啦，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学我们的槟城福建话的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分手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吧？就是分手的意思。不好意思，刚刚那个小姑娘跑到我后面躲了起来，所以你可以一直听到她在那边喊韩语 from the tiger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继续。OK， 分手，分手，这个你懂了普通话的话，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吧？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做额外的解释。然后都会解决，不好意思，都会解决，都会解决，它这个意思就是就可以解决，就可以解决，就可以解决的意思。然后问题就是的问题，普通话里边的问题，翻译成粤语的话就是嘅問題。所以分手都會解決的問題，它的意思就是分手就可以解決的問題。廣東話的話就是分手就可以解決嘅問題。至於這個哈密蘇，它的意思就是為什麼。在槟城福建話你也可以說做密蘇，或是你也可以說是安怎，它有好幾個說法，是安怎哈密蘇或是做哈密都有同樣的意思，都表達的都是為什麼這個概念。然後愛它對應的這個概念就是要愛。然後這個小妹就是吵架的意思。然後咧，它這個咧就是怎麼說呢？我覺得可能是廣福話的介詞吧，它是一種用來表示困惑的語氣助詞。像例如我們可以怎麼用呢？我們可以打個比方，你問對方為什麼你要結婚呢？做咩事攞嚟搞人咧？或是為什麼你要去泰國呢？做咩事攞嚟去上帝咧？它這個咧就是這樣子用的，它基本上就等同於普通話的呢吧，呢你也可以這麼理解。所以它這整句哈密蘇愛小妹咧，哈密蘇愛小妹咧，它的意思就是為什麼要吵架呢？因此分手都會解決的問題，哈密蘇愛小妹咧，這整句翻譯成普通話的話就是分手就能解決的問題，為什麼要吵架呢？分手就可以解決嘅問題，點解要嗌交咧？不好意思，粵語不是很好，那個吵架我不知道怎麼讀，所以母語是廣福話的朋友，希望你們可以幫忙糾正我一下，感謝。好的，那我們今天呢就教到這裡，那改天我有空的時候呢再繼續教你們檳城福建話，了希望我人會通講我人的民族語言，了學到對我人的民族認同。再見，我先走了。